因为长期照顾破病亲人压力上大的杀人事件，伫过去3档外发生34件，这案件嘛是拢互依照杀人罪侦办，并无缓起诉也是缓刑的空间哦。你欢迎今仔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司法的问题。照顾新疆后生数十年，79岁老妈妈是嫌亲手结束53岁囡仔性命。依照杀人罪上班，照现行法的规定，这种重罪无缓刑、缓起诉的空间。立法院15就开公听会，邀请专家学者探讨修法的可能。我是建议可以增订274之一的长照杀人罪了哈。那这个刑度的话，如果274就处6个月到5年以下。基本上这边涉及到一个生命伦理的问题，是不是呢？我们因为具体个案的长照样态，然后呢去呈现一个在生命的这一种保护的规范上呢，做一个减轻类型，我还是保留。是不是要放零限制？学者拢无共款的看法。有人烦恼全面扩大贪污这案件，也斗阵适用，主张为刑法分级，另定较轻的道德处罚规定。也有人认为应为减刑全面处理，避免全部拢顶当着。司法院是回应放零缓刑要件，若是未解决个案，恐惊欠缺正当性，也建议唔免全面性调整缓刑制度。所有法官有无共款的看法？如果单就照顾杀人做较为宽松的修法呢，很容易就遭到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、挂医漏腕、违反平等原则等等批评。较好的做法应该是呢，对于缓刑规定做全面的适度调整，放宽缓刑的条件，跟另外订定一个较轻刑责的杀人罪，这中间并没有互相排斥的关系啊，这是独立的问题啊。那我认为是可以同步考量的。为107年到去年1月，长照杀人事件已经有34件，有检察官是反对放零缓起诉适用。学者专家为法律面展开激辩，不过也提醒治本的方式依然是为发布这部会，爱有更较完善的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